係真係驚驚地，搞唔掂。Hello， 大家，今日 Donna 又帶你嚟到啟德跑道區呢一度啦。呢一間係現成，有晒成交數據啦，仲要有埋發展商保養嘅一手物業啊！我哋而家即刻入去望下啦。今次介紹嘅呢一間，大家可以見到佢用嘅顏色都係黑白灰為主嘅，所有爐具都配備晒俾你啦，我就唔多講啦。呢一度咧就係啟德區比較成熟嘅一個樓盤嚟嘅，喺呢一度已經有好多租客同埋住客喺度噶啦，所以你想即時使用到會所，使用到所有設施同埋交通，呢一個就係你值得考慮嘅。最緊要佢已經有晒所有租戶嘅成交俾你參考，等你可以更加計算到啊嘛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感謝關注。